日常的平安。咱礼拜敬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即时准备心来做今仔日早起的礼拜。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凡啊伫我内面的，你着也着学乐伊的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伊一切的恩惠。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来带咱敬拜。那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从座位中起立。那如果大家中间想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坐下，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面，我们仍然是充满盼望，因为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没有难成的事，他的应许都将成就。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可以击掌欢呼来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
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你的应许，你的应许不到，在基督。是的，我们的主是那位充满盼望，他的应许都将成就。我们只愿完全的信靠，完全的来相信他，也来完全的跟从他。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对他的爱，我们沉浸在他的爱当中，完全的信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
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让我心单单渴慕你。阿们。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阁调集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看见主你的荣光。主啊，阮感谢，伫这个过去一年，你引带阮，无论互阮拄着遮尔大的代志。你犹原成做阮永远的避难所，甲阮坚固的石盘。但即时，阮伫新的一年，阮会遮定心立志，看见主你的福音的广传，要安怎伫即个教会来传出。主啊，求你互阮学习，就是你所教示学生怎样互相说甲彼此相听，互众人拢知伊。这学生就是主的模样，但阮爱得合适这个模样，互阮会当行出教会，诚侪主你的见证。主啊，过来一届，互阮看见这个世间犹原充满了动乱，有真济这个世间有真济变数，阮心犹原忧愁，总是阮愿意倚靠主。特别求主你的圣灵来到阮的中间，常常甲阮伫地，互阮更加了解主你的旨意。但今仔日阮的敬拜也要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愿你亲自甲阮相合伫地。阮的同心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希望。
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圣经，咱要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至11节。圣经安尼记载讲：啊，你因自急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到，互以色列吗？伊就甲因讲：爸所下地，伊家己权来的时甲期，毋是恁所通知。第8节。独信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话讲了，因伫看的时，耶稣受举起，有魂接旨伊去，因就看袂去。伊去的时，因仰天注目看，忽然有2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伫看天啊？即个耶稣离别恁受接旨上天，恁看伊安尼上天，伊嘛要照安尼来。以上，即是咱要请蔡长老来甲咱正道。今仔讲的题目是为主做见证。即个平安，今日天气真冷吼，总是恁来的时阵吼，感觉讲安尼有较一个小气吼，感觉非常的好。请甲准备隔壁讲平安，用咱的心哦。这平安毋是一个口号尔，是用真正有咱的心做平安。今日来的时阵看到真侪人，真侪兄弟到伫咱中间，我所尊敬的简安息牧师、牧师娘，嘛伫咱中间，请恁徛起来好不好？哎，感谢主。车坐来，咱就看到咱腰顶了是对水师兄，对倒一个所在。哦，啊这我不要讲英语呢，我要讲台语呢。先讲，嘿，好，咱的姚丽慧姐妹、姚淑慧姐妹、许荣耀弟兄、蔡永敏弟兄，请咱徛起来。哦，嘿，今日车坐，今日礼拜较有成立立国的感觉吼。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10条界，第9条甲咱讲毋通做假见证。即个题目你咧讲啊，这都已经听啊臭酸啊，耶稣的大使命，我请主义有老师就一直甲阮讲啊。你若去到翻译的时阵，咱常常传证人来，证人时法官就会甲你讲一项，伊就倒啊顶，啊就摕一张纸互你，叫做拒绝，就抓啦吼，拒绝。甲你讲。你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实在，不能有任何逆势增减。就是也袂使讲伤济，也袂使讲伤少，也袂使讲暗砍，也袂使讲那个扭曲的意思。如果违反正源的话，可依照刑法第169条的规定处理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7档，判到5档甲7档就无共款吼。5档以下，你若判6个月以下，会使1颗罚金哈，1个月3万块。啊，若7档以下吼。
你判2个月，有期徒刑对2个月开始算吼，2个月就是关2个月呢，当无当？当。总是一般的做证吼，就是坐抓无一定准，特别你咧看政论节目，政论节目所讲的话吼，有当时啊听吼，咱咧讲吼，听一半就好，一半真的，一半假。基督徒都毋通做即个工课，咱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出伫咱的心上的所以然。所以就今日咱要讲咧替主做干净，伫大使命内面，因本来讲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啊。这所基督甲讲啊，伊拢一直想讲，主要所基督来就是弥赛亚，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啊。主要所复兴的是全部上帝国度啊。所以我当圣时降临的时阵，你要得到快乐啊，你要得到耶路撒冷到地极啊所在啦，做我干净啊。干净是基督徒的基本的身份，基本的使命。所以咧做一个时阵，一个足重要就是安怎？不管你伫社会，甲人做伙做任何事，所讲的话拢爱实在话。你若较说讲话吼，讲白贼，讲伤济遍，还是夸口，讲话足碰风的，足夸口。久了，咱袂相信你的话呢。咱有当时定定讲一句话，像我伫即场上定定听到，我基督徒我讲的绝对实在。啊，结果听咧吼，敢若无啥实在呢。啊，是我食菜，我袂讲白贼。那有当时爱反省看卖咧，咱是毋是即世人定定咧讲白贼？我定定咧讲迄个话嘛，哎哟，都来足忝的啊！人敲电话来甲讲爸爸无伫咧啦。咱即世人不管是伫咧讲白贼伫上帝面前，有当时咱来，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真正正每一天的之中，无讲过一句白贼，没有讲过一句谎话。上面人要做见证，哎哟，这太动问。啊！咱基督徒拢去做见证啊！基督徒做干净，可以说见证，咱台语讲做干净。哦，因主即个时阵啊，主啊，你要伫即个时阵复兴以色列国无？主啊，讲吼，当圣日降临的时阵哦，恁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爱去为我做干净啊！我是甲咱礼拜尔呢，我是爱来做见证。啥物叫做见证？啥物人要去做见证？啊！耶稣每一个基督徒见证是安怎来去做见证法？毋免啦，啊，都有牧师咧，咱才在座，即马今仔日有2个牧师做礼拜，一个牧师，一个干牧师做礼拜，牧师去做见证就好。迄牧师负责传道，阮负责坐咧听道理啊。像咱三礼拜前讲的，咱爱听道理，重要是安怎？爱行道理啊，听道还要行道。咱个听道理听呢？哦，我牧师讲，讲得足好，讲啥？我顶礼拜讲啥物哈？我顶礼拜讲啥物？你毋知会去一卖？毋免艰苦哈！我甲你问，恁顶礼拜三中昼食啥物物件？再人麻烦你举手。顶礼拜四的暗时食啥物物件？再人请你举手。咱人记咧本来就有限啦，总是这物件就是咱养分啦。你若咧要所听的讲，就是敢若你的营养分伫你的心肝内一直咧累积，互你来大汉啦。重要无重要？当然重要。为啥咱每一个做干净？每一个做干净的时阵，主耶稣基督无愿咧找人沉沦来讲主啊，你的时间是安太也未够啦。讲毋是哦，主咧看1000年，敢若像米甲的日子，米甲的日子是主的1000年呢。咱感觉过了足紧呢。一世人永壮通到70岁，一般的人通到70岁，永壮通到80岁。啊，林牧师可能食82岁，绝对无问题。甘牧师可能83啦吼。总是咱每一个人，互你食200岁好无？你上帝看嘛是安怎？迄个1/5日而已，足短啦。所以上帝是毋甘咱一人沉沦，所以讲咱有即个义务，咱都啥物人若听到你艰苦，就甲报好药啊，我甲你报一味吼，即味食落吼绝对好。啊，遮好的物件，所以上帝希望咱每一个基督徒听到即个好福音，你会去传播，你会四个去传播啦。所以讲保罗先生，咱来看《使徒行传》的时阵，保罗先生讲起来是一个初信者呢。第一代基督徒呢，
本来是困逼所有的基督徒的人，叫上帝刚照着伊的时阵，伊的心内感觉讲，我会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做向掠去呢。菲利斯大人，菲利斯师傅甲掠去的时阵，到阿基帕王的面前，照你讲，伊若普通去到反年吼。我35单拢徛着人在咧变，无啦，我无做啦，安怎拄安怎啦？迄拢阿叔甲我用的啦，我根本都无做这工课啦。逐项拢是别项，拢无我做，拢无我做。所以我常常咧讲一个笑话，就讲吼，去到法院三个讲我明明都有看到，四个讲我明明无看到，三个讲我若假使讲白惨吼，出去去互你讲是四个讲我若讲白惨出去去互车弄死。所以阮法院头前吼，毋是你讲讲是个车弄死一堆啦。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感觉讲哟，咱要讲的话拢足实在，但是保罗先生伫阿基帕王面前，伊无咧辩，伊毋是咧辩伊家己有罪无罪，伊辩啥物呢？讲我无论少劝也是济劝，听了济听了少，我将吼我所听到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代志我拢讲互恁听。我所听到，我讲互恁听，着我去做见证啊！我见证这是活我的主啊！主耶稣基督是活我的啊！伊是弥赛啊！伊要救赎啊！伊要拯救你啊！伊要互你得到救啊！你敢有咧听？咱常常即摆若补习班弄一句话，老师在讲，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贝如，你听到没有？上帝每一句话拢咧甲咱讲，你来随时准备咱的心，爱去做见证，爱我来做见证，为我做见证。你来随时去做见证，为什么？手救每一个灵魂呐！99只有放咧，为着找一只。为什么？一个灵魂的得救，伫天顶是开城门，本好甲大欢喜的代志啊！为什么咱无要做这个会当互大家得到利益的？你为什么无要做呢？啥物人去做见证？有啥物条件无？所以说，甲咱讲，当圣神降临的时阵，圣神，牧师常常祈祷时拢会讲啥？用圣神降临伫阮的会中，刺杀着阮每一个人的心，摸着阮每一个人心内。圣神呢？食长老，圣神呢？嘿嘿，对，心内。咱每一个人爱体会圣神伫咱的心内。圣伫咱心内，互咱迄个活力搁上强啊啦！咱消灭圣神的感动啊！伊甲你讲，今日听到你了吼，你爱去共分享呢？你爱去甲你今日去到东西时，你来讲哦，我爱做好的见证，我爱开始莫加伊计较啊，我莫去讲歹话啊！伊的工课我莫加伊多轻分，我是比我替伊做，我活出我的见证，你的好所行，互咱知你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啊！咱真正若消灭圣神的感动啊，搁伫上重要咱做见证啊，爱讲事实的话呢，真实的体验。咱毋通讲做见证哦，好，讲较歹听咧，安尼先小可分享一下，上帝吼，敢若甲我讲尔啦，要甲伊讲啦，我上信用啦，好，你来看，我一礼拜像迄个法利赛人，我一礼拜金食一日咯，哦，我牵为着上帝啊，我上虔诚啊，我都做出100%的奉献哦。信用毋是咧做互人看的啦，我今日请甘牧师讲安尼。请你来，甲阮祝祷。甲牧师讲毋通啦，我今日穿裤啊，裤衫只穿。我上帝看你来心啊，上帝嘛知讲你今日毋是特别要来遮祝祷，总是阮足爱你来祝祷，迄是祝福啊！上帝看人来心啦，人看人竞选代表的时阵，萨摩尼讲啥物话？上帝看人，惊人看人无共款啊！上帝看啥？内心。看你的心是用信任甲诚实真正咧敬拜主，所以毋通虚假，毋通夸张。有当时咱讲话吼，拢安尼一项代志讲啊，安尼一刷片安尼好，敢若袂输你偌敖咧。上帝无爱，上帝爱人啥物？圣经特别有2节的圣经讲，上帝赐恩互啥？主动骄傲人，赐恩得到谦卑的人，上帝所赐的富足安怎？是大富利啊，无带忧闷啊。就是说，赐予人的是真正大的福气啊！咱真正无需要夸张，咱是心怀体验，真正
献予上帝。所以献于干于恁的心志，你要要开力做啥见证？做主要所基督的见证。见证主要所基督是我的上帝。见证主要所基督，因为我信主了，生命得到改变，咱毋通到信主了吼，完全拢是共款。我伫时阵教会时阵，一个执事足一心的，牧师去对探访，绝对对牧师去。所有的时间拢伫教会。我若特别去探访因翁的时阵，因就讲：你著甲阮某找倒来就好啊。好，阮某拢到要困的时阵才看到阮某。逐顿拢我家己煮的。有一日，因某开始来甲传道，讲你爱来信主，主好，因翁听着好爱主，主啊主啊，好，因某足欢喜的。所以伊一直要信主啊，伊讲毋是啦，我讲甲我煮啦，煮我食饭啦，主哦主哦。咱有当时将家庭放松，因为圣经有讲嘛，恁为着我放松，恁个家庭、恁个某囝、恁个厝底所有一切，我要互你在世得着宝贝，互你来生得着永生啊！总是上帝咧讲迄个意思是安怎？是爱大声求伊的国家、伊的义啊！大声求，毋是讲拢总甲放弃，大声求上强是啥？伊的国家、伊的义，就这我著互你，毋是讲安尼。我为着信主吼，我家庭拢无见证。那你若家庭无见证，你要引带你的先生来做礼拜？先生讲毋通去教会哦，去教会变像阮某安尼好，足歹剃头的。咱等到去教会，讲哎呦，阮某来信主了吼，完全改变呢。哇，透早煮早顿互我食，吼，搁安尼以前爱大细声即摆卖啊，爱轻声细细，先生讲哎呦，敢若无共款，久了哎呦信主袂歹哦，无对来教会看卖呢。哎呦，即去教会，佢感觉有改变。咱真正爱信耶稣，你生命有啥物反转无？有啥物无共款无？我信主了就安尼，无信主嘛是安尼。咱吼感觉讲，即个人以前好，拢做歹面相诶，不管是很严肃。即个人吹头笑面啊！你是笑啥？欢喜啥物？无啊，我著足快乐诶啊！教会遮侪年，佫快乐，足快乐个啊！阮有快乐吼，其实我上快乐，我今日足要求一项代志，足拜托一项代志。我甲秘书讲，后礼拜拜托甲我摆一个庆典，互我剃头啦，过年底要到啊啦，找无时间通剃头啦，我来剃一个头就好啦。比如好啦，甲你摆一个庆典，拢做记做所有会议，我来去剃一个头。因为阮若倒来了，阮兜迄只有位上都甲我念咧啊，包括饲饭。所有拢做拢念咧，所以讲吼，我今日看到咧吴庆祥长老暂未生2个孙啊，真水呢吼。我嘛感觉欢喜的。无像有位上拢甲阿公念咧啦吼。阮兜有位上拢甲我念咧，所以讲我若特别倒来，就是念我迄只有位上到伊困，我带当做我家己的工课。要剃头，我都，所以讲我甲伊讲，互我会当去剃一个头，所以讲我今日无办辫子吼，你甲忍耐一下嘿，我后礼拜就当来剃头啊。咱得到救了，所有的初信者拢安那热情啦。我常常讲美女节，美女节，我毋通去讲话啦，常常咧讲话。我若讲着美女节，美女节信主了，当时足欢喜的，当着就讲我来信主偌欢喜了。这真正热情，你爱互知讲我信主了，有这热情了后，我有迄个见证，我就感觉讲我即个心足快乐的，我来到即个中兴的即个大家庭，我感觉我真正踏入即个家庭，毋若无寂寞，毋若无伴，而且我逐日拢过着足快乐的日子。这是啥物？是用生命的见证，你将你的生命摕来做见证。我活到70几岁，阮拢已经，阮当年吼，当地拢物件，迄个地地拢物件，阮当年的吼，拢做阿祖啊，像免牵阮啊。所以相对的时阵。我到即个回来时，我才发觉讲，咱的生命中间老主甲咱三个做伙。咱的下门音上古早话叫做有啥法度得我答话。即句话听有诶，可能无几个啦吼。你有听有无？为啥你当然听咯？你的字话佫听无？所以有啥法度叫我使感谢？啥物都无法度只，我若信主，我生命做见证，有啥法度得我答我？有啥法度通甲我，通互我累积，通有啥物法度通阻挡我来信主来传主的好啦？咱生命爱完全得到反转，爱将咱生命完全交到历史的中间。做见证有啥物样态呢？第二当然上咱拢知嘛爱分享啊。咱讲咱世人，咱讲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懦弱。啥叫做懦弱？
你应该做的工课，你毋敢去做，到你要过身的时候，才讲啊，要知我迄阵就去做，迄叫做懦弱。既然你们来信主，这么好的生命翻转，你没有告诉人家，那叫做懦弱。你为什么那么懦弱呢？等你到临终的时候，才讲啊，我若要知。我若要知，我着爱甲要知。哎呦，亲像念沙道，甲迄个财主，迄个财主讲，拜托咧，去甲我的兄弟讲，恁爱来信。袂有啊啦，把时间啦，把时间来分享你的见证啦。那位的姊妹，好无？把咱的时间，阿免。咱一来把咱的时间啦，遮尔好的代志，咱一世人阁活偌久？我当时叫我太太算吼，我太太今仔日就透早起来，甲我哇嗨，爬袂起来，搁起来浮起来，拢无食止痛药。我太太拢爱食止痛药，讲食了啊，爱准备甲买止痛药，所以今日插花嘛袂当来插花，哇，食止痛药啊，袂当来做礼拜。当做礼拜是偌好的代志呢？他甲上帝相赌，叫做你差亲，像我昨铺迄篇文章有甲你讲，苏当时。摩西要出埃及的时阵，上帝甲摩西安怎讲？讲法老王来甲你毋讲是安怎，我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甲讲啥物？要去控告通敬拜我啊！出埃及要创啥？通敬拜啊！第二申命记第27章，佮特别讲啥？我来去一个圣所，迄就是会幕啦吼，互恁来敬拜。今仔咱有一个中型教会，咱有一个教会，咱买这间教会起来，互咱大家来敬拜。当然啦，身躯无方便，真正无法度。迄是另外一回事，你的心，甲咱三甲做伙当直播，总是你来当行出来到遮，甲上帝三甲做伙，你的礼拜一定要体会到圣是甲你同在。你毋是讲，哎，我著今日有来做礼拜啊，即个形式上做了啊，你若心爱有感动着，你也家己问家己看觅，我今日是上帝得一句话，有刺插着我的心，毋是蔡宗义熬讲道，是上帝得一句话刺插着我的心。互我知，我应交啥物亮光。有当时咱咧分享见证的时阵吼，伫对搭查经啊，咱今朝咯伫遮查经的时阵吼，我就爱听伊讲恩友教会。伊讲恩友教会吼，恩友教会我就是全世界内面上特殊的教会。恩友教会我咧想去到倒一个教会，真正哦，可能牧师逐个都挡袂牢。我是讲一个出牌。迄内面的人吼，神经病啦！我无歧视的味道啦吼。我讲，迄内面足侪无共款的人，想法拢无共款的。有当时咱讲啊，足歹剃头的。本来教会就是用阮遮的人的啊。逐个吼，有人甲阮讲啊，倒一间教会上好。我讲吼，倒迄间教会佫较好，那你去就无好啊。教会是用阮做人的所在啊。教会是用阮遮无完全的人啊！你若家己感觉足完全的人，你都千万莫来教会啊！有一个完全无，人拢犯罪，开向上帝荣耀，得一个无犯罪。我犯上帝罪，罪人中的罪人，罪亏中的罪亏。什么人无犯罪？总是犯罪安怎？爱认罪悔改啊！来到教会中间，互恁有机会通认罪悔改，加上帝结连，加上帝三斗，加上帝亲近。是遮尔水的代志。较早这时代，咱有至圣所呢。即马人人该这时，你拢是君尊的这时了，恁会当行入来即个所在做礼拜，敢若像古早献祭，总是咧珍惜啊。你来把握即个机会啊！你若像迄个咱杨执事顶礼拜替伊举办个别礼拜，杨执事是偌爱来做礼拜的。我都行袂落来，伊伫二楼诶，行袂落来，行啦。准互你家硬甲插落，伊嘛行袂起。所以逐日着多看咱诶直播，伊偌爱做礼拜咧。咱每一个会当行出来做礼拜，是偌水诶代志。所以我上帝伫咧查经诶中间，我特别，因为我拢坐伫中间，遐听着基恩长老啦、朴文长老都咧查经，伊讲啥？伊讲见证呢。啊，这啥物代志？啥物人着分享伊诶见证？啊，顶悬严长老啦，啊，甲迄个陈长老拢相共分享因诶见证。啊，甲逐个都在会议中间，啊，我碰到啥物代志，分享大互相见证。敢若亲像迄个拓火，逐个扣做伙，愈烧愈旺，然后将这拓火，搁出去目口，搁拓较侪人。所以咱出去搁做见证啊，就咱师傅是毋是即种见证？
咱来看到这摆赞美，这就是一种见证啊！从我的疼，我唱出来，我来带恁大家来敬拜上帝，互咱知影讲，乐上帝是遮尔水的代志，这嘛是一种见证。上帝是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疼。所以咱讲，你着一日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三次就听主比亲像家己。哥罗西书第13章第7节，甲咱讲，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但是第8节甲咱讲啥？爱是永不止息啊！到第13节、第8节甲咱讲啥物？你不管有信、有爱、有疼，其中上大是啥？是仁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那个爱不是嘴巴的爱，大家都会讲爱，可是出于嘴巴，那种爱要出于你的心的爱。你可以爱自己的人，就像我看完刀迄个去人家高山啊，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出于真心去爱他。你上帝嘛，咱一个当称作上帝的囝儿，你敢无出对伫真心疼咱的兄弟姊妹无？用咱的心呢？真正疼，迄个疼，那种爱不是说空嘴宝鸡的爱，不是嘴巴空口白话的爱，而是出于内心的爱，替他想，替他祷告，替他想的每一件的事情。这对证最后一项上吊是啥物？行动啦，毋通敢若一句嘴硬啦。咱就看到圣经内面记载一个人犯着鬼，即个犯着鬼了，迄个鬼足济吼，拢安尼，佮去用世界赶，去困到空了，用世界赶出去了，转来耶稣啊，耶稣救，耶稣你来救我，耶稣在上这水要甲赶，鬼甲讲，毋通甲我赶呢，你毋通甲赶去迄个无底深溪，无安尼啦，遐倒一个低调，甲赶来低调，耶稣赶遐鬼去低调，结果低调做啥工课？遐猪吼，大家拢走的，走到山头，啵，拢跳落去湖中，堵死。吼，哥拉身遐人足毋甘愿的，互你一个耶稣来，安尼死一堆猪。即个人都无路用人啊，迄无重要。你我的猪足重要的，遮济钱，你为着要救即个人，甲我死一堆猪，吼，足毋甘愿的，就耶稣赶走。总是即个人对耶稣讲：“耶稣，你莫走啦，我对你啦，我对你啦。”耶稣甲讲啥呢？你毋通对我呢？你爱将吼，今仔日你所拄着上帝替你做遮尔济工课吼，你去讲，迄是一活我的见证嘛。犯着鬼啊！活我的见证，你爱去讲啊，出去讲啊，去讲啊，结果伊走遍大乡小镇，世界去行讲，耶稣替做了遮尔大的见证。伊随得到这见证，伊随去讲，伊无消灭圣神的感动。今日你也听到讲道中间上帝一句话气到着你，你是毋应该安尼？出去讲，真正本身嘛是爱有见证。有当时甲人讲，你爱来信主，你本身伫你的职场，你伫你的工课，定定叫人计较，定定叫人冤家。你要安怎叫人来信主？信主像你即个型，伊是歹。咱本身爱做真好的见证。我才那个特别提记录图，顶礼拜我嘛特别讲，约翰即书。顶礼拜咱也去举办个别礼拜。约翰即书，伊做一个工作啥？分更新呐。就特别讲，拢爱有落地。伊分毋是分一日两日呢。分10几档嘞，20档嘞，就去分到有人咧等伊呢。所以这是啥物呢？这个乔装何等佳美啊！伊的骹遮是水到怎样啊？所以我伫咧体面个别礼拜时，我尾去到桃园，破门丢了台湾去到桃园时阵，伊咧爱亲自讲一句话啊。讲今仔日伊足济是三洋公司遐来，大家听了拢足感动的。开始咧思考，死了要去倒位？恁基督教的个别礼拜足尔好的呢，足庄严的，阁互阮会当受足济代志。咱拢是利用个别礼拜，也是迄个婚丧吼，咧传福音啦。伊拢讲我无咧做泡泡，就是安怎？是因为要看几个人是迷信者。那假使拢做咱教会人，咱就照咱教会的圣经来讲，若是足济迷信者，咱免甲。咱就用圣经的话，总是甲转化做因听有的话，互因来信主，互因知讲伊死了要去倒位。
一个人，公司的大头家，生意做了足好，因在足早就过身，有一个查某囝，足尔水，足尔疼。做老爸拢知吼，迄老查某囝吼，我知影讲欧爸欧妈无生无查某囝，你们要检讨一下，生无查某囝真的是不太像爸爸妈妈。你们加油一下，再加油一下。查某囝但是爸爸的情人对无4斤，你会看4斤对毋对？好，查某囝偌好，拄偌好咧。好，伊讲一个查某囝，爸爸足疼这查某囝，这查某囝嘛足乖。大学毕了，跟爸爸讲，爸爸我来美国留学好无？爸爸讲毋通啦，我甲你一个查某囝，我的事业以后你来继承呢。爸爸，不要紧啦，我去已经是西北大学商学院。伫美国知吼，西北大学商学院著名，因为阮小弟嘛是西北大学物理博士。哇，商学院足名足好，因老爸讲好啦，你去吼，有啥代志你随甲爸爸讲，咱兜无欠钱，事业伊做啊足好势，伊去到迄个所在。你老爸当时咧烦恼，结果伊敲电话甲老爸讲：爸爸你免烦恼啦，我伫遮吼有找着一间教会，好，遐个人拢对我足好诶，拢甲我斗相共，甲我斗找厝。甲我斗发着足侪代志，讲毋通去食狗啦，毋通去信狗啦。咱兜拜本的时候，公妈啥物人猜啦？讲无啦，伊拢对我足好诶，我感觉伫遮拢足快乐诶。讲这查某囝啦，因老爸都勉强接受，讲你读册了紧倒来，紧倒来，我的公司吼，我年纪愈来愈大，希望你接。因查某囝倒来，因老爸足欢喜诶，然后开始伫个公司做工课，伊我甲伊个查某囝吼，对人拢足好。无一个头家伊但是拢无咧应酬呢。伊甲伊问查某囝讲：安尼公司接无你拢无应酬，安尼敢好？伊讲毋免，咱将咱的产品做较好咧。咱拢请咱做的代志，拢做了上好，自然咱就甲咱定啊。因老爸本来无相信，因为台湾做生意一定要去北投啉花酒，好带当签约。豆豆公司放互因查某囝。嘿，感觉因查某囝处理了真好势啊！因查某囝做开始做了好势，伊佫对我讲足好诶。啊，即个公司吼是休拜，普通做者公司拢休拜。伊啊，礼拜日吼客户较会来。虽然讲伊毋是咧做啥物食诶啦，做啥物迄个卖杂货，总是礼拜日人较会来。所以讲因公司休拜一。伊甲因老爸讲：爸爸，啊你若要我做公司吼，我甲一个条件，咱改休礼拜日。是安怎？礼拜我去做礼拜啊。啊！伊本来嘛拢休礼拜日，啊！你拜休咧，啊！因家因的囡仔嘛是袂当做伙，毋通哪个客户拢礼拜日来讲，爸爸，你相信我，咱来休礼拜日好无？因礼拜日我来做礼拜，我佫是要招这员工来做礼拜，会当去我尽量较少。因老爸讲，我着公司放互你好啦，反正吼，我的底底也袂歹咧啦，互你去舞嘛袂要紧啦。当开始真正订单较少，迄慢慢订单愈来愈侪，是毋是国外订单足侪？因为伊英语会通嘛，西北大伊爱同学来用着伊的产品，伊足要求的产品，即个查某囝足要求的产品非常好，听到愈来愈侪了。因就要甲因查某囝讲，安尼看起来我会当放手啊，公司放互你迄。伊讲爸爸，我有一个条件，你也拢总要放互我，你爱叫我礼拜日去做礼拜。哎呦，毋通啦！听讲去做礼拜足艰苦的，迄坐咧吼，啊，佫有当时也袂使拄久，吼。我都无迄落，要怎叫我去做礼拜啦？爸爸，你都陪我来做礼拜就好，啊，我袂强迫你信。哦，啊，你也要采公妈，你要采啥拢不要紧，你来做礼拜就好。啊，因老爸就是讲，我著甲这查某囝尔啊，啊，著来做礼拜。啊，礼拜中间无说道理，偷偷听入，听着讲一项，就讲有一日因查某囝伊若过身。因查某囝会找无伊，因查某囝甲我讲：爸爸，啊，你爱来信主，你爱来领洗礼呢？啊，无一日我伫天堂，啊，你毋知走去倒，啊，两个煞转找无呢？我天堂找无你，啊，要安怎？因爸爸讲：安尼遮严重哦，讲对啦，足严重诶，你来领洗礼，安尼吼死到吼，你也较早去，还是我较早去，拢袂要紧，咱到天堂还可以当三人个啊！啊，无吼你。我伫天堂，你毋是走去倒去打，我找无你啊！我嘛足艰苦的呢。爸爸，我足爱你的咧啊！你老爸讲好啦，甲牧师讲牧师，我来领洗礼啦。牧师讲你有相信上帝无？伊讲毋是啦，阮查某囝叫我领洗礼。牧师讲好啦，领洗礼，你爱相信上帝。无啦，我是相信讲，我若领洗礼，伊要叫阮查某囝做伙伫天堂。领洗礼了，伊怎习惯来做礼拜？伊说我甲讲。
以前的生活就是暗时拢应酬，拍高尔夫球。即摆来做礼拜吼，生活变单纯啦。伊爱家做啉酒的朋友头头无伊，哇！伊感觉生活咱细汉简单不容易，大汉到老的时阵简单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你发觉无？简单就无简单就无简单啦。佮讲一遍简单就无简单。你搁要感觉生活有简单，煞无简单。哇！伊感觉讲，礼拜日到，佮去做礼拜，心内佮感觉快乐快乐。有时你听着牧师讲，恁不要敢听到莫听道理尔，爱行道理啦。你爱出去做见证啦。跟做要讲什么叫做做见证？什么叫做做见证？知道跟他讲，做见证就是将你好的行为表现出来，让人知道说耶稣在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伊讲我要怎做？伊讲阮逐礼拜阮教会拢有去一个孤儿院。你爸爸你对阮来，董事长呢？但是看到伊查某囝逐遍若去孤儿院欢喜甲，伊就换转去孤儿院。敢牧师甲你相共拢穿拍底裤去的。哇！去孤儿院跟做伙了，伊才我甲讲，去孤儿院，伊感觉足满笑足快乐的，因为遐逐个拢笑容啦。毋是伊逐遍去应酬，逐个都在讲东讲西利益，为着大条大有无大利益，大讲足济。直到伊开始足爱去孤儿院的。有一日，伊听到孤儿院院长问讲：你咧孤儿院欠啥物？伊讲：阮都欠这欠这欠这。对啦，即摆阮孤儿院收容一批拢残障的，拢罕见疾病，欠轮椅。轮椅轮椅也无偌济钱简单几了。10了都好，来，后礼拜我来，我叫人准备好势，准备轮椅来。我为着准备10了轮椅去，佮买一大堆物件，因为伊感觉讲，伊若逐暝去即个孤儿院，拢感觉足快乐的。轮椅送了后，伊陪因带食物件，伊要走的时阵，一个囡仔转角扭咧。先生，你不要走，让我看看你的脸。伊讲我是啥物代志？伊要看一个。你让我看一下，你让我看一下，你让我再看一下。你看到伊面，向我面是安怎？伊讲你是个好人，你是有够好。我足惊袂去即你的面。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过身我要去天堂。我足烦恼，讲我去天堂了等下以后你若来天堂，我会毋捌你，所以我先将你的面字都调。伊那一刹那，伊出来做见证，讲一句话：我一世人不管趁偌济钱，我有趁足济钱过，我无快乐。即个囡仔甲我摸咧，甲我讲要看我的面，迄点我感觉我是一个世间上快乐的人。迄个囡仔讲：我很怕，我在天堂里来的时候，我认不出你来。各位来讲。亲爱的姊妹，你是毋是我都能去做见证？互每一个受过你班赞、受到你恩典的人，知影讲，你就是某一人。我就希望一个囡仔走来，伊就我伫树那孤儿院过走来讲，哎哟，蔡长老，就是你哦，哎，我看到你啊。但是如果面罩变听讲去到天堂面拢变啦，希望我即个老面莫变伤济，互伊去认得出来。这也是句话，不要懦弱。懦弱是人生最大的敌人。你人生最大的挑战就是懦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上帝叫你去做见证，你着好胆去做见证。有一日天堂，人着日出你的面，三个来祈祷。万主万主感谢你，阮伫即个时阵，三个来做伙还灾，我来去做见证，我来将阮伫主内面所学恩典分享出去，我来将即个福音传遍到地极，我让每一个人知主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悬、深，我来祷，用这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的吟圣诗553首，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咱游玩徛伫，即是咱要来吟上营390首，390首，咱吟诗煞要请感恩肃牧师来甲咱祝祷。咱大家伫上帝一听的中间，常常欢喜快乐，常常完全，常常同心和睦，就心事平安，甲听的上帝，要甲咱撒个支持，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免。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吼，有几点咱来重点的报告。请若这个奉献的报告吼，请咱来家己来看吼。其他聚会时间，咱再来看咱的同工以及咱有事奉的吼，请咱来注意。咱今仔礼拜后又原有这个小组的分享吼，今仔是出埃及记19章至25章，搁有这个。咱吼麻烦因为咱等下今仔要来收这个圣诞节装塔吼，请咱礼拜煞吼咱兄弟姊妹会当帮忙来收这个吼这圣诞的装塔起来，吼，互咱恢复咱正
教会即个正常的即个状态。啊，第二即个妇女团契今仔日有新春兰花盆喷火的组合的，请若有报名的请会记哩爱留落来来准时来参加。咱时间是12:40。下晝日咱住的后要调去即个定期中集会啦然后其他有人有啥物提案，会使向1月的中集来报告。过来咱来就是咱2月18要来召开定期好会，迄个会员的名册已经公告伫后壁公告栏。那请咱有漏调伊，也是安怎？请咱来通知咱志勇长老。请咱就是有无法度出席的人特别来请假希望咱的会友会较侪人过来关心咱教会事工啦所以踊跃来出席。过来，迄个2月初1迄个社区关怀站要来开始上课课程甲时间拢会公告啦，请咱来看。即个后礼拜六是上午10点即个双联教会10楼要举行迄个总干事陈文庆牧师的前庭退休感恩礼拜欢迎大家来参加。以上咱来看具体交通，咱也特别为着咱的遮袂当出来，甲咱3个礼拜亲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的亲人来台岛也请特别为着考验技术来台岛伊一直迄个有迄个蜂窝组织的问题发炎的问题咱也特别为着伊来祈祷。伊已经2-3礼拜无到伫咱的中间啦过来为着林清龙牧师因一家，搁有即个林昭林啦部分里牧师娘因一家来台岛。以上，即是咱要请叶长老来甲咱做迄个解经节。现在这平安。咱即摆顶礼拜读21章到25章啦这个出来入记来特别咱看到的即马就是讲因来到西南山迄个所在啦。西南山迄个所在就是即马上界闹热的所在，即马问题最多啦，因为伫红海迄个所在啦。就是红海迄个所在，伊来到迄个所在是上帝甲伊讲，甲摩西讲，你都爱上山起来，伫遐会颁布迄个十诫20章颁布十诫，21章开始，伊就是咧讲遐个安怎对待迄个仆人啦奴仆，也是讲你有财务的损失的时，要安怎处理遮个代志。特别咱会当看到的，伊特别一直讲到的讲你爱记得你伫较早伫埃及咧做奴隶的时，你爱记得这个代志。所以若有人，以前有人互人卖去做奴隶一般互人卖去的就是欠人钱啦欠人钱伊无法度怎卖身为奴隶，也是讲有当你共伤害着要赔人，到无够钱通赔人，所以嘛是互卖你家己做奴隶的时，伊讲第6年的中间家己做工课，第7年一定要放伊走，第7年一定要无啥物代价啦无啥物条件，你一定爱互伊离开，因为这是完全啦就是讲你一定爱互伊搁恢复自由，因为你以前捌伫埃及做奴仆这是上帝特别一直甲摩西吩咐讲，你着甲以色列人讲过来就是讲。迄个对待奴隶的时是爱有啥物条件啦？也是讲迄个查某的去互卖去做奴仆的迄奴婢的时、婢女的时，伊爱有啥物？你爱对待安怎对待？过来就是讲财产的损失内底嘛，特别有讲到啦。讲你若伫烧草的时候，去人烧着你的隔壁的时要安怎赔啦？还是讲牛烧竹的时，竹死要安怎处理？还是你乌井的时叫恁落去古井？受伤的时要安怎处理？即咱即马住伫台北的人听这可能，那就拢未发生啦你算较是会啦。较早迄个井古井有影你无张田会落落迄个井底有当会死去咧。也是讲迄粪堆规个拢咧堆火啦。你若行，伊顶悬砍稻草行，毋知去落落，落落就害规身躯臭毛毛啦。这拢会有遮个问题，这要安怎处理？过来看到的就是讲，伊
摩西吼，上帝有特别调伊讲，你去到迄个山顶的所在啦。去到山顶的所在的是，咱知影吼，摩西伫遐40天，伊直接面对上帝啦。啊，所以有真侪迄个圣经的迄个注释内底讲啊，单独面对神的时候，一个人单独面对神的时候，神的灵跟你同在的时候，那个才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力量跟勇气啊。伊讲亚伯拉罕，伊咧献以撒的时，伊单独面对神。哦，雅各去到迄个路斯迄个所在的时，伊伫咧走路的时，去到遐的时，单独面对神的时，看到迄天吼天梯开嘛，哦，伊就产生真大的力量。过来约瑟去往北去到埃及的时，单独面对神的时，也产生非常大的力量。所以上后壁伊讲啦，讲前恁的意思是歹啦，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为了要救我们全体的以色列的人民啦吼。啊，咱看到的是单独面对神。过来咱看到伊就是讲到25章的时，讲要上帝甲摩西讲吼，迄个约柜要安怎做啦？啊，迄个会幕要安怎做？哦，啊，伫遮内底，互咱看到的就是上帝安怎吩咐，啊，摩西就安怎做，啊，以色列人就安怎做。哦，啊，无其实遮个人真好抱怨啦吼，真好抱怨。但是伊就照安尼来做，互咱看到，就是讲。咱到即摆是圣神的催逼啦吼，咱安怎做，也是讲要安怎做见证啦吼。啊，其实要安怎做见证的是，咱会当每一个人都会当做见证啦。啊，拄啊，蔡长都咧讲，即个阿公吼，迄个黄阳即书到90几岁的时，伊其实就是逐工灵修，逐工拢1点钟的灵修，啊，为着亲族，为着遮个教会人祈祷吼。啊，咱当看到这是因嘛是替咱嘛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啦嘛，是咧做见证。啊，每一个人其实拢会当伫人的中间来做见证，来用我们的好行为啦吼。啊，用咱所知影的迄个平安甲喜乐啦。啊，拄啊，蔡长都有咧讲迄个恩流教会哦，我伫遐其实有10几年的时间哦。我讲，其实因拢会甲我问讲，啊，你得到最大的是什么？我讲最大的是讲生命的改变啦。一个有可能是精神病患，有可能是迄个更生人，啊，有可能是忧郁症的人，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会让互因改变，啊，因嘛会去分传单啦，嘛会去分传单吼，嘛是会，啊，会拄着人嘛会讲，啊，我即马已经信基督教啊，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囝儿啊，因嘛是安尼讲，啊，上主要就是啦，迄个喜乐甲平安伫因的心中。所以咧吟圣诗，因咧吟诗歌啦吼，伊毋是像咱这圣诗啦，诗歌的是拢足大声，比咱教会咧吟诗搁较大声。啊，因为就是整个生命的改变啊，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咱咧读以赛亚书的时嘛，常常讲以色列是我的见证人，到即嘛要搁咧为着上帝来见证。啊，咱每一个基督徒也是神的见证人。好，以上。多谢叶长老的解经吼。若搁有缘吼，搁在厝吼，咱来欢迎迄个简安硕甲林慧心迄个牧师吼，因一个咱搁听起，互咱搁看吼。请坐，请坐。啊，搁有即个姚丽慧吼，姚淑慧，啊，搁许荣耀甲蔡永明吼，请咱搁一届起来，互咱甲欢迎。多谢，请坐。啊，愿上帝甲因三甲伫地啦吼，无论伫底，拢伫地吼。即时咱要来请诗班来吟即个祝福的诗歌。
即是咱来行平安礼。